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约翰一书4章19节安尼讲：咱三听，因为上帝先听咱；咱三听，因为上帝先听咱。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，咱做伙来吟。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；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。上帝会听，互咱大家正做一体。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。咱大家开嘴大声唱，福主会听对咱开始。大家手牵手，我全世界拢知。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。听，互咱自己，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。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。上帝会听，互咱大家正做一体。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。咱大家开嘴大声唱，福主会听对咱开始。大家手牵手，我全世界拢知。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。是各位兄弟，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。这是咱要起立，咱每一个人用手，一个听心，咱来甲你的四周围的人讲。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，上帝听你，上帝祝福你，咱互相来请安来。听，互你自己做一伙，上帝听你，上帝祝福你。听，互你自己做一伙，上帝听你，上帝祝福你。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，上帝听你，上帝祝福你。听，咱自己做一伙，上帝听你，上帝祝福你。咱自己做一伙，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。上帝会听，互咱大家正做一体。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。咱大家开嘴大声唱，福主会听对咱开始。大家手牵手，互全世界拢知。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。大家手牵手，大家手牵手，互全世界拢知。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。请坐。是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。今仔日是中中的传道部主日，咱今仔日主部内底，咱有业着为中中传道部来奉献，以及为着新安宫来奉献。是伫传道的事工的顶面，咱基督徒咱会当做啥物？我爱想，以基督徒咱会当做的，就是将听来传出去。要安怎传？用咱的行为，用上帝听你偌济，你将这甲人分享，将听来传出去，将听传予咱的四周围所有的人。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。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。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。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。传出去，听着分享，唔通放弃，把福气会传出去，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，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，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，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。听着分享，唔通丢丢，快快
去，听着分享，听着分享，唔通丢丢，快快乐乐传出去。听着分享，唔通放弃，把机会传出去。是把握机会传出去。在咱传福音的过程中，难免咱会拄到艰难的事，但是伫这点，咱每一个人坐伫主的圣殿内，咱聚集伫这所在，主甲咱讲，咱坐伫伊的宝座前的头前来敬拜。咱每一日的快乐，伊赏赐咱，无论伫什么款的境遇，拢毋是差错的，拢是主所安排的。咱着每一个人欢喜来顺叹主，来行天路。咱当聚集伫主的面前，咱才会来吟这首诗歌。咱当主集伫你宝座前敬拜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，为一日你拢受赐高雅的快乐。引带我行新新的山谷，顺境好路，逆境好路，你安排阮当定着回回差错。顺境好路，逆境好路，我欢喜顺坦行天路。宝座前敬拜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，为一日你拢受赐高雅的快乐，引带我行新新的山谷，顺境好路，逆境好路，你安排阮当听着回回差错。顺境好路，我欢喜顺坦行天路。顺境好路，顺境好路，逆境好路，你安排阮当听着回回差错。顺境好路，逆境好路，我欢喜顺坦行天路。我欢喜。我欢喜顺坦行天路。请起立。万国啊，着称赞上主；万民啊，着学乐伊，因为伊对咱是大慈爱。上主的信息永远存续。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。这是咱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主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日本丢入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，得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上帝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这是咱犹原徛地，同心来祈祷。慈悲怜悯，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知你是万权能的。阮的心思意念，你拢知。
求主你顾守阮每一个人的心，互阮守本分，伫主你所赏赐的才能下面，做阮应当去做的，遐个毋是阮应该做的。求主你来管教阮，无致到犯罪。若是有忽略品行的，求主你更新因；拄着试炼的，求你坚固因；遭遇着痛苦的，求你安慰因；野神到要跋倒的，求你鼓励扶持因；身躯有病痛的，求主你医治因；互丧享困苦无依赖的，得到养饲甲照顾。主啊，阮知万项代志拢有你的时，甲你的旨意。无论阮现在拄着啥物境遇，阮愿意甘心顺服，热心、乐心、服侍，直到见主你的面。主啊，阮永福教会已经进入60周年，阮感谢你，阮也要反省，伫这60年来，阮所做的是毋是有合伫主你的旨意来行，荣耀主你的名。搁续落来的日子，阮恳求主你，甲阮每一位牧者、中职、信徒同在，互阮的言行举止随时学习主耶稣的款式，谦卑对主来行，会当用神益人。主啊，伫今仔日的世代，求你赐落和平，伫你所疼的囝，阮的主耶稣基督的疼的内面，互人甲人搁好，也甲上帝搁好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三个来启应，启应文第59篇，就是罗马书第10章。启应文59篇，我来启，请大家来应。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，因为人心信就会得到义。基督也安尼记载。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。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。毋过因拢无信伊，哪会求救伊？拢无入人团，哪会听到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脚迹哪会遐尼水？以赛亚讲：主啊，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？不过我要问，因检真正拢无毋捌听到？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遍全地。请咱来强守上帝活命的话。今仔日记载伫新约圣经第10章40节到42节，马太福音第10章40节到42节。接纳恁的，就是接纳我；接纳我的，就是接纳找我的。为着先知的名来接纳先知的，
要得到先知的赏，为着义人的名来接纳义人的，要得到义人的赏。既然为着学生的名，简单用一杯冷水，互遐个细囝的一个啉，我实在甲恁讲，伊决断袂失落伊的赏。好，煞遮咱来读今仔本周的金句。咱的金句是伫马太福音第10章40节。咱的周报上落尾面的下遐有，咱用台语做伙来读。接纳恁的，就是接纳我；接纳我的，就是接纳我。好，咱华语犹原读一遍人接待你们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煞接咱赞美今仔日妇女团契要带咱赞美的是至好朋友。
今仔日真感谢中华教会林家峰牧师来到咱永福教会分享信息。林牧师今仔日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进入世界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牧师代表2个单位来向咱请安甲报告。第一个是咱总会大众传播中心新安广电视台。第二是代表中会传道部奉献主任。伫即个所在，甲咱做分享。当然，这2个拢真要紧，一是咧讲到媒体的宣教，另外一是咧讲实际的宣教。所以今日牧师伫即个所在，望即个读咱所读的经文，咱做伙来思考，到底无论是伫媒体宣教，还是生活即种教会宣教，咱要怎样用圣经予咱的精神道理，伫现世代来做一个真要紧的传达。所以牧师要用进入即个世界，甲咱三个来分享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所徛起的世界看起来真熟，总是有真侪时阵，咱对所住的环境真青分。所以希腊哲学家Heraclitus伫伊的册《断简》伊安尼讲：人伫清醒的时阵，世界是同一个样；只有逐人伫困眠的中间，逐人较有家己的世界。童话故事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中，迄个后莉莉甲爱丽丝解说为虾米花会讲话。那照即个后莉莉伊的讲法，就是伫坚固地面生长的花较会讲话。也花园的花大部分拢咧困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人生的境遇也是安尼，环境太好，会互咱看袂清楚生活现实的一面。总是有时阵，当当事者伫艰难困苦的中间，较有可能体会出现实世界是啥物。但拄咱所读的经文，特别马太福音段第10章，伊甲咱讲，当耶稣差遣学生进入即个世界，并预言学生伫世界会拄着济济压迫。总是咱的主耶稣也应允学生讲，因的头毛上帝也拢算过，所以无得惊，只要放胆去传主的福音就好。特别读到咱所读的经文40节，主耶稣讲：接纳恁的，就是接纳我；接纳我的，就是接纳找我的。所以伫遮，咱先爱了解，初代教会因所住的社会，是罗马文化甲价值观所主宰的世界。但罗马人因的生活方式，确实非常的可疑。亲像咧罗马人，因上欣赏的人，就是厝内底无有囡仔的人。所以这甲咱现代定课族精神，就是爱双倍的薪水，无爱囡仔一样。佮另外，当时罗马社会放杀婴仔的情形也非常的严重。但19岁19岁的查某囡仔，若是还未结婚的时，就会互社会人讥笑叫做老处女。当然，结婚了后呢，无离婚的也真少。所以文学家呢 ，Constance Vispolo， 伊太太过身的时，这个文学家伫伊某的墓牌顶面有刻意安尼讲。伊讲咱2人已经做伙欢喜度过41年，婚姻通维持到死拢无离开，已经真少。但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现代社会确实是安尼，夫妇要相听到死，已经是愈来愈困难。但有一个笑话讲，有一个人真惊太太。有一天，伊的朋友摕一张报纸所刊的新闻互伊看。这个新闻讲，伫德国有一个人将家己甲毒蛇关做伙，关100天拢无代志，实在真厉害。总是这个人听完了后呢，伊真感慨，伊安尼讲：这无有啥物了不起，我佫较了不起，我已经甲阮太太关做伙40年啊。当然，这个记载是一个笑话。总是伫即个笑话嘛，反映咱现今的家庭生活，真正是翁惊某，某真歹。当然照历史学家的讲法，罗马社会已经流行即个化妆术，因为呢，因发现
乳仔的脸，通做美容咱的面的皮肤，是一个真好的保养品。所以呢，照因历史学家的记载呢，伫罗马社会有袂少的少女出门旅行的时阵呢，伊是随身带一只乳仔，以方便美容甲化妆。所以其他亲像手指、耳膏、破链呢，就毋免阁讲。迄个时阵，罗马人因使用的宝石差不多有100外种，遐尼济。在罗马社会呢，嘛，迄个时阵真流行三温暖。伫主前33年，只有70间的浴室。总是呢，到伫第4世纪已经增加到856间的浴室。那用主后第1世纪尼禄伊的浴场来讲，迄个时阵即个浴室总共有1600个大理石的座位，通坐满1600个人洗浴的人。所以咱看到因即个三温暖，确实甲咱现此时的三温暖，实在呢有比咱佫较好，袂比咱佫较歹。当然，若讲到罗马人因的社会，一定要讲到因啉酒的习惯。但罗马人因啉酒习惯也非常的恐怖。伫迄个时阵，因就开始食鹿梨、食鸟翅、食鸵鸟，甚至食鹅肝。所以呢，罗马政治家塞尼加伊捌评论罗马人因的啉酒的生活。即个评论家因讲，罗马人是为着吐来食，总是呢佫为着吐为着食佫来吐。当然，罗马人因也开费真侪时间伫战斗对抗的技术顶面，亲像呢因会将狮甲熊对战，是人对狮来对战，是人甲人来对战。但尼禄王就捌将400只熊甲300只狮关做伙落去对战。佮另外伫迄当时，若被判死刑的犯人，会使进入到伫武术学校来学习武术战斗的技术。若是通3年内底保持不败的纪录，伊就通对死刑宣告伫即个奴隶总是若是伫奴隶2冬游玩继续保持不败的纪录，伊就通自由宣告伫做平民。所以就真要紧。当牧师真简单报告罗马人迄个时阵的社会情景，总是一项佫真要紧。罗马人的社会，通讲是一个无有信仰的时代。有人伫蒙牌顶悬安尼写：本来无我，我捌来过；现在已经无我，我无惊也无烦恼。甚至有人伫蒙牌佫安尼写：除了蒙地以外，我啥物拢毋信，无地狱，无上帝，嘛无鬼伫阴间。做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就是差遣学生进入伫即种的世界来传福音做见证。但世界英语 word 是对两字合做伙，一个是 word， 一个是 all。word 是咧讲人 ，all 是咧讲年岁。所以当咱咧讲世界，word 是咧讲人生存的记录。总是 word 伫拉丁文内底，甲 artis 是共意思。artis 呢，伫英语内底生出两字，一字叫做这段，一字叫做改变。所以呢，当咧讲到世界时阵，那照拉丁文的意思，就是讲这个世界通引做一个叫做这段，互人甲上帝相拄的所在，这个叫做世界。佮另外，这个世界嘛通引做是一个成长甲改变，就是当人甲上帝相拄了后，伊的灵命、伊的信仰、伊的生活就通有改变甲成长。所以以下牧师要针对这两项来做说明。但第一，当人进入到这个世界，咱是要互这个世界成做一个祭坛。但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拄看到圣经的时阵，耶稣差遣学生进入世界，就是要宣扬有关上帝国的福音。互咱所徛起的世界，成做一个祭坛，互人伫这个祭坛内底，通认捌咱的上帝。所以柏拉图伊捌讲过，这个世界好亲像上帝写一张批，互人类，甲人讲生命的方向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生活伫世界的中间，差不多每一种的物件，拢亲像一个有相关，咱叫做生命共同体。伫每一个关节、每一项事内底，
无非就是要来证明上帝的伟大。对安尼，这个世界就有可能成做一个祭坛，人伫这个祭坛中间，伫迄个所在，通认捌上帝。达尔文伊捌讲过一个故事，伊讲欧洲的做事人，因爱种豆仔，因为呢鸟鼠真爱食即种的豆仔，所以做事的人只好命令伊的查某囝来饲鸟，来防止这个鸟鼠食这个豆仔。安尼，当豆仔收成好的时阵，这个做事的人有钱将因的查某囝嫁出去。总是当查某囝嫁出去了后，就无人去饲鸟。安尼，因的庄舍内底鸟鼠就愈来愈多。当鸟鼠多时阵呢，就会来食因所种的豆仔。安尼，豆仔互鸟鼠食了后，收成无好。安尼，做事的人就无钱来嫁查某囝。结果呢？未嫁出的这财小女就愈来愈多，开始在这小女佮继续来饲鸟，防止鸟鼠食因老爸所种的这个豆仔。所以牧师要甲咱讲，这种的生态互通，就是咧讲到咱所徛起的世界，毋是孤单。每一项事，每一个人，伫咱的世界中间，拢要成做生命共同体。佮另外，咱看到中文的用语。常常甲动物的世界真有关联甲处境，亲像呢，咱若讲到一个真水的淑女，咱叫做关关桥鸠。那看到介意呢，叫做雀屏中选。那是准备要结婚的，叫做缔结鸳鸯。结婚了后，叫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那是因翁真戆。太太真巧，咱叫做鹤羽鸡舞；太太真水，总是呢翁真歹，叫做彩凤随鸦。若是夫妇恩爱，叫做鸾凤和鸣，间谍情深。总是有一天，若是离婚呢，叫做劳燕分飞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虽然咱甲动物真亲，当时这动物的世界有缘通互咱亲近，因为呢，咱甲这动物。有缘有这种叫做生命共同体的关系。当然，基督徒伫世界的使命，就是要怎样互世界通认捌主、接纳主的祭坛。虽然耶稣甲咱讲，这个世界对基督徒无好、无友善，总是基督徒袂使因为呢，这个世界对咱无好、无友善，咱就传咱家己的福音。其实耶稣甲咱讲。虽然这个世界咱知对咱基督徒无友善，总是咱基督徒有缘会使互无友善的世界成做接纳主的祭坛。这个关键是啥物货？就是当基督徒要入到伫这个世界的时阵，要有一个使命。这个使命毋是要互你赚大钱，互你上天堂尔定。做一个基督徒入到伫这个世界的使命，就是要来改变世界。那第二点。进入世界是要创啥？就是要来改变这个世界。当耶稣差遣学生入到伫这个世界的时阵，通讲是一种信仰的实践，把无好、无友善的世界变做有疼心、会接纳的世界。安尼，人伫这个世界内底就有可能来认捌咱所传的上帝。咱会使回想，伫第1世纪的基督，伊无武器。总是后来，伊学生却有法度改变整个对立的罗马世界。所以，当耶稣差遣学生进入世界，就是要让学生有将因的信仰来做一个真要紧的实践，让因所徛起的世界通改变。所以经文内底，咱有看到什么货？什么货叫做改变？就是关心遐个智微细、卑微的人。所以圣经写了真水。互这卑微的人有凉水通啉，互这卑微的弱势的人通关心，安尼，咱就有法度伫这个世界来改变对咱无好的这种的现象。伫迄个无好的改变的过程中间，咱就有法度来见证咱的上帝这种的大疼痛。当然，咱所徛起的世界，无一个国家也是地方愿意自甘对立，唔愿向上。咱来用国家的名称来了解，你就有法度通看到这种向善的这种的现象。亲像巴基斯坦，因国家的名就是呢纯洁的人所徛起的所在。佮另外巴勒斯坦这字
叫做非利士人所徛起的所在。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名就是上帝的罗卜。韩国进前的名叫做朝鲜，伊的名意思就是清早的国家，也就是充满着朝气甲活力。同款，当咱伫中华徛起的时阵，咱来看中华做一个咧。中华原来古早叫做半线，属伫侏罗关，有台湾美村的称呼。后来因为人济发展了后，就改名叫做中华。中华意思叫做建恶立史，以中雅化。所以中华呢，伊原来地名就是望望住伫这个所在人有一种清雅气质，这种文学的心。来，无说，我讲一遍，咱中华住伫遮的人，应该有一个叫做清雅气质，这种的文学的心。总是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有份伫中华县区咧传道理的时阵，牧师拢会问咱在座的基督徒，当咱正做永福教会信徒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有互咱的中华的人，通改变做叫做清雅气质文学的心的人有无？每年大甲马咧绕境，每年圣诞节，咱伫县政府伫迄个所在咧游行，有时阵牧师拢咧想，做这个事到底是要做啥物货？这个事有法度互中华人有迄种的文学宗教的心无？当然，每一项事拢有无共款的目标。总是呢，咱想看卖啊咧。有时阵，当咱伫传福音宣扬顶面的时阵，咱家己就是引带人明白耶稣上大的疼爱。所以每一遍咱参加礼拜的时阵，咱若无用真心来敬拜的时阵，咱游玩空空来，空空倒去。因为咱毋知影咱是啥物人。当然，我知影你的名是啥物人，嘛知影你的积分。总是你真正基督徒的性命是啥物所在？若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无都通改变家己，咱要怎样改变别人？所以牧师伫中华教会牧会时阵，我不是挑战中华教会信徒。今仔日你来参加教会礼拜，你的某、你的翁、你的囝、你的亲情50，你的厝边的人有对你来无？有时阵我嘛甲阮的信徒甲因考试，当有一天今仔日，咱的祈祷感动着上帝，上帝甲你讲，永福教会的信徒，恁的祈祷敬拜我有接纳。这个时阵天开，甲恁讲，你是我所疼的囝，做伙来上天，就来笑伙来上天堂。迄个时阵有几个有要去哩？有时阵。牧师伫中华教会不时甲我的信徒提醒，主耶稣过来时，亲像贼，无人知。所以，做一个基督徒，伫这个时期，你要非常的谨慎，唔通入伫迷惑。你要怎样警醒？要怎样知影？你伫这个世间，当你真做一个基督徒的时阵，要怎样互你的行为？迄个改变，迄个信主了后，迄个水，通来引带人。总是咱想看卖啊咧，咱做一个基督徒久久，到底咱引带偌济人真正成做基督徒，继续行这条路？但神中有一个故事讲了真好，伊讲慧海神师对远远的所在来到这个江西，要来求妈祖神师。这个妈祖神师问伊讲咧：你对地来？这个慧海应讲我是对月州大分寺来。妈祖佮问伊讲咧，你来这要做啥物？慧海应讲，我来就是要来求这个佛法。无拍算，这个妈祖听了就安尼甲伊讲，伊讲佛法就伫你的身躯内底，你竟然离家出走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伫教会接受造就，咱嘛知影。咱来传福音，互万邦，总是有真侪时阵，咱真关心别人的代志。我
关心迄个，关心这个，总是煞袂记这上需要关心的就是咱家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你咧祈祷时阵，你拢祈祷啥物货？当咱咧讲关心家己，毋是真表面迄种关心家己。一个人的组成有灵魂体。当咱看到真侪人咧，甲咱口说长到教会，是大人愈来愈侪，总是台湾话讲安怎？老牙不新老牙不新意，老树不新意。伫上帝目睭内底，无咧看恁的外貌，毋是咧看你的能力，看你的年龄。上帝是要看你的心。什么话叫做迄个心？就是上帝起初将迄个气放到伫你的鼻孔内底，迄个上原始、上水的心。所以你看你四周围的人，因的面有水无来看一下，有水无啦？你也知影，当咱开始上帝予咱年岁加添的时阵，伊是要予你增加你的信用甲人品。毋是增加你身躯的重量甲脂肪啦。所以当一个人当要做见证的时阵，你若无了解你家己，你要用什么种的形象甲人讲我信主真好？所以亲爱的姊妹，每一天咱困醒的时阵，当然感谢上帝。总是当你咧洗嘴洗面的时阵，当你咧看镜的时阵，你有感觉你今仔日有变无啦？若是身躯有变形的时阵，有一天真正上天，耶稣上帝甲你讲，某人我毋捌你呢，因为你伫地面上无遐大颗呢。啊，那上天堂的时阵呢，变遐尼大颗。当然这是口说的话，但是无需要甲咱讲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当咱咧关心四周围的事，当咱咧关心别人信仰的事，咱毋通袂记这上需要关心的，就是咱本身。所以当基督徒领受到马太福音书这种传福音的使命的时阵，咱拢有一种的冲动，莫讲圣神的感动，咱就想要为主来做见证，总是无需要甲咱讲。当咱要为主做见证进前，一定要先改变家己。所以咱伫永福教会聚会久久，来咱你搁看你四周围的人，伊信主进前是啥物面？信主了后是啥物面？今仔日来参加咱的礼拜是啥物面？来，咱看一下。来，上面的也看一下，有人咧笑，有人面悠悠，阁有人咧度孤。每一遍咱做礼拜，就是教咱的上帝，离上近的圣神上帝上近。伊毋望你今仔日来参加礼拜时阵，将你的重担放互伊，将你的心抛开，搁一遍将你家己交互咱的主。主要说，毋望每一个人伫每一遍做礼拜时阵，是你甲咱的主三拄，搁去叫做相遇。伊毋望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无论是吟诗读圣经，还是听讲道，你会使对话通得到启示，来互你有一个改变家己的困难。当然，咱会讲咧，人无多通救家己，因为咱是被创造，咱的力量是有限。嘛，因为安尼，基督教叫做他律宗教，咱毋是家己靠家己。当然，咱伫中华地区呢，这庙宇太济咧，总是呢，咱看到因，咱逐个基督徒拢咧讲，哎呀，即群的人呢，假神真拜，总是咱会拜甲安尼。有时阵咱基督徒实在毋知要安怎讲，咱女性的目睭愈伫头壳顶。女性的甲咱所徛起的生活愈离愈远。亲爱姊妹，信仰毋是安尼，信仰是入到这个世界，咱要做光，要做盐。光的来源是因为上帝话入到伫你的心内，要做盐是因为咱拢是上帝所看印过的人。所以当上帝呢呼召你成做基督徒的时阵，互你所打的地。迄个叫做咱要宣扬的一个叫做祭坛。所以若讲到祭坛，每一个信徒你已经是祭司。祭司毋是南山来。咱看过去，因伫耶路撒冷的时阵，
若是你抽到大祭司入到伫至圣所内底服侍时阵，你若是无圣洁，可能就死伫内底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伫新的年，咱毋茫互相提醒。当然，当咱咧改变家己的时阵，爱注意，只有改变你家己，咱毋通阁先讲别人，讲别人较紧，讲家己较慢。所以今仔日主耶稣阁一遍甲咱提醒，咱要入到伫即个世界的进前，咱即群的基督徒爱先好好啊准备，认捌家己，看什么所在阁属伫即个世俗，什么所在需要耶稣的救恩，阁一遍改变咱。当你开始改变你家己的时阵，你会感觉你所徛起的世界。因为你的改变来改变。牧师要问，咱有咧读圣经无？有无？有诶，请举手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、七。好，啊，剩诶无举手，恁是用看诶嘛？用手机吗？还是用听诶？来，用听诶，请举手。用听诶，一个、两个。用看手机诶，请举手。啊无，啊一个、两个，好来，为什么牧师要安尼问你吼？你若无读圣经，你哪知影上帝的旨意？你若无读圣经，你哪知影上帝的心意？所有真侪人读圣经，拢用家己的意思读入去，结果所讲的事拢毋是圣经的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即马看到世界变化真大。国际的这个政治变化真大，生态嘛变化真大。科学家一直甲咱讲，世界末日好亲像愈来愈近。总是咱长老教会信徒犹原老神在在，管伊咧臭氧层歹去，管伊咧气候安怎。点知影即马气象局一定咧甲咱讲，对5月7日开始。这个台湾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啊，因为呢气候变化真无稳定，所以呢，当这个梅雨季节到这个锋面来的时阵呢，可能呢咱的气候有真大的变化，包括落冰雹啦、瞬间的大雨啦、强风啦。亲爱姊妹，恁有咧关心这些事无？有无？无，因为我甲阮厝关系好个好。亲爱姊妹，咱伫受难节时阵，恁有拄着地动无？恁会惊袂？足惊呢！阮住伫高楼呢，哎哟，害甲呢，足惊呢！啊，总是惊了要安怎？哈，惊了要安怎？感谢主，你无我厝倒去。拜托诶，基督徒毋通较自私啦。当咱拄着地动诶时阵呢，咱来看遐个咱诶信徒，也是较弱势诶人呢，因有惊着无啦？啊，所以呢，伫地动了后，你有咧敲电话无？有无？有敲电话，互恁亲人个请举手。一个哦，感谢主哦，袂少，好放落来。啊，共款老神在在，哦哟，真惊真惊，哦，无惊无惊。当然，牧师要甲咱提醒，信仰是脚踏实地的生活的态度。今仔日，咱诚做基督徒，入到伫咱中华县市，这个就是咱的世界。咱要怎样用咱的信用生活，迄个改变信主了后，迄种真水的生活态度甲行为来吸引人。古早时代，若是要传福音，拍锣拍鼓，总是即马已经无人咧办即种。即马上新，莫讲上新啦吼，即马咧讲到传福音，就是用人。总是咱人袂使写讲的世界末日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毋免穿迄种背心。毋免，你就是将你上平常、上水的迄个物件显露互人看到。阮的老师伫阮的中间来，吴牧师，请你起立一下。啊，吴牧师，请起立一下啦，吴牧师。这是牧师圣经学院阮的系主任甲老师，咱家拍抱仔一个。伊是咱台湾吼教会历史吼一级棒的。阮毕业已经真久，少说也超过20几年了。阮的牧师
对以前到即马拢无改变。当然头毛有搁较白、搁较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时间的增加是增加咱的灵性，增加咱的人品，毋是增加你的脂肪。所以，当你了解咱是啥物种境遇的人的时阵，及时祈祷，求圣神帮助咱，先对咱改变开始。当你搁读圣经，了解上帝心意的时阵，你的目睭拍开去，好亲像是上帝的目睭，看一切世间的无好会变做好。这是咱基督徒一个真大属灵的转变。希望咱对今仔日开始，先改变家己，莫讲别人。当咱当咱永福教会开始有这种的转变，牧师要讲，整个中华关区的信徒一定会改变，因为你带着上帝的光，带着耶稣基督的应允，你带着圣神甲你相通的亏难，咱所行的所在一定有机会，互咱所徛起的所在，成做一个祭坛，互人因为你得到福气，互人因为咱的教会这个祭坛入到这个世界了后开始转变，做伙来改变这个人食人的世界。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甲阮三甲伫地，因为你的抗面，互阮有份伫福音的宣扬，这是阮恳求你。搁一遍拍开阮属灵的目睭，虽然这个世界是无好，对基督徒无友善，总是因为这嘛是你所创造的世界。你望每一个基督徒对你来领受改变世界的困难，望伫改变的进程，求你先改变阮，互阮顶头生。当阮顶头生的时阵，这个世界就要成做上帝的国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，新圣诗第622首。新圣诗第622首，至大上帝，愿你带我，至大上帝，愿你带我，往过金色旷野地。我真软弱，你大权能，用手牵我无犯罪。天的美娘，天的美娘，求你日日养饲我，求你日日养饲我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，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听。
介绍甲报告。今仔日我手中无咱有新朋友，毋过咱有所看到的，就是吴牧师伫咱的当中，佮伊的家人，咱请吴牧师起立，互大家欢迎一下。好，请咱掀开咱的。好，请咱掀开周报第2页，遮有聚会甲圣工的分担，请咱大家注意来看。若是有分配到服侍的，请咱爱注意。过来，咱本会消息：第一，总会第64届议会选举的结果伫下面遮，请咱家己看。第二，本主日是新安宫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，请为着即项的传福音的工作关心大道奉献。第三，本主日嘛是传道部主日的交换讲台，咱真感谢中华教会林家宏牧师伫咱本堂讲道。咱的小团队到伫中华教会徛讲台，过来有2项的补充报告，就是4月30区会伫个东兴教会是伫4月30日下早10点，过来5月初1是咱敬听的潘国忠长老伊的追思家庭礼拜。1周年的家，伫个5月初1暗时8点，请咱大家会当前往参加。好，过来第5，本会定伫个5月初4暗时7点召开小会。好，咱看第4页，第8点，下主日5月初5下晡1点，伫6楼大教室召开中集会。第9，劳动节5月初1，咱办公室休困一天。迄日的暗时祈祷会，咱嘛暂停一届，咱就是前往潘国忠长老的厝里迄边。第11，拜三暗时祈祷会，咱的时间有改做8点，请大家踊跃参加。过来团契消息，歹势，一个集体消息真重要，就是咱的吴杨慧心姊妹，也就是吴文勇长老的妈妈，嘛是吴牧师的妈妈，已经伫个3月31暗时11点38分安息主怀，伫今仔日下晡3点，要伫咱本堂遮举行告别礼拜。请咱的兄弟踊跃参加，咱用行动甲听来陪伴遗族行过生命的幽谷。好，团契消息，请咱各团契家己注意，家己有啥物事工的消息，教界消息，伫5月初4下晡，总会青委会甲中中青年部主办的TKC 70年的感恩礼拜，中部场是伫咱永福教会举行。第2，中华中会教社部甲妇女事工部有合办生态的资讯体验营，日期是伫5月16拜4，费用每人250块，报名到4月30，名额是160人。名额满，咱就截止报名，请往办公室干事报名。过来，请咱掀开第6页，中者的事工者第1点，请咱是大人每一人注意，伫即礼拜2下早的9点到9点半，咱有测量血压，请咱注意家己的身体。过来，大道事项。
在倒事项，咱有一件要补充的，就是请咱大家特别为着陈光仁医师，伊伫4月30拜二要住院，因为伊的左右的动脉拢有阻塞，有90%甲50%。5月初一要装支架，伫个拜二住院，伫到拜5的住院治疗中，拜3会伫加护病房内。请咱为着即届陈医师，伊的所有的一切，来恳求主耶稣保守甲医治，望所有的治疗拢会当顺利平安。搁来，请咱伫个个人奉献，第9页遮，请咱大家注意看，若有奉献的人家己核对，看名金额有对无？若有错误的，请往咱的会计执事来更正。以上，搁来，咱来吟诗，圣诗第390首，新圣诗390首。俄勒天父，万福本源，关联极大仁爱交传。俄勒耶稣赎我罪犯，做我中保奖励万全。请起立。家奉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三甲之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要倒闭会。